ada saya那ramai-ramai maka kecil-kecil 就是互相杀，在扛头啊。maka kecil-kecil 火炉。有一天呢，另外一个村庄的，一男一女，老妈妈，我的外甥妈妈夫啊，都么会在在乌燕哦，那进面也在里，带小猪啊，要玩到那个什么，他的山上的聊啊，什么的叫娃你慢有。马诺，你说对，他说嘎呀就是对方的敌人啊。看到那个老妈妈要到山上，就要去杀，跟踪他。结果呢，一直跟着他后面走，就这个一男一女，他说一样对说嘎呀我的我们去情况中。ada ramai yang maju saya ini yang era aku dah ramai yang era aku cincin warna ya, ada ini nama ruru je, mana wai semua tu bawa, jauh lah ini ada uyan sah, itu semua sabda ni maju Aizwana, mana maring auto misyak, 想小便呢。他就到后面，到那个寮的后面，那个时候很多是亚维啊，茅草啊，很高。结果呢，那我的他们说他说一那说嘎呀，我蛮细吧，9个人，就包围他说一那，什么时候要杀呢？一直在那边等，他说一那为什么在后面？马里奥地嘛有的米线，这么他说一那嘛米线，他说那小姐那米线嘘声音很小啊，因为她是老妈妈，所以她的洞很大，所以吸吧，那个小便都那个是吸吧。那个老妈妈无聊嘛，我说吸吧，然后她也跟着那个鸟的声音讲吸吧，结果呢，刚好那个要杀他的人9个人呢，他我们叫你去怎么吸回去？不行哦，人家不，觉得我的妈为了多看见人家kami cerita soal ina, maka yang ada ina taisyak, atau Shiva, apa lagi 笑话。Masa lo?